自后2022年9月初4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皆好心的确受定罪。圣经雅各书第2章，咱来对14节做伙读到26节。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讲伊有信，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，有啥路用？迄款的信减会救伊。恁中间若有兄弟也是姊妹，无衫通穿，三顿无通食，恁简单对因讲，祝恁平安，着穿好烧，食好饱，毋过无供给因肉体所需要的物，有啥路用？安尼无行为，信心是死的。毋过有人要讲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我要应你，互我看无行为的信心，我就用行为，互你看我的信心。恁信上帝只有一位，安尼是对，连鬼嘛信，甚至嘛惊甲皮皮喘。你若未晓想，你爱要知无？无行为的信心无路用。咱的祖先亚伯拉罕献家己的囝以撒伫祭坛顶，敢毋是对即个行为，互上帝甲伊称作义人？可见信心甲伊的行为做伙运作，信心是通过行为来完成。这是应验圣经所讲。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为安尼，上帝就甲伊算作义，伊嘛称作上帝的朋友。可见，人受接纳做义人，是对行为，毋简单对信。基督若合的情形嘛是安尼，伊接纳以色列人的使者，帮助因对别条路逃走，安尼。伊敢毋是对行为受接纳做义人？身躯无气是死的，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。以上，皆好心的确受定罪。基督徒见面相拄的时，定定会讲平安。即句话带着请安、问好甲祝福的意思。当基督徒互相讲平安的时，一方面表达问好，祝福对方一切顺遂；一方面也是为即个时刻的平安向上帝献上感谢。平安包含真侪种面向，要共赞处的感受，毋简单是因为人要活地若定。当人做风以外，只剩一口气，身边的人可能会对当事者或者家属讲：“人平安无代志就好。”即款的话，却未必然会当带来真正的安慰，因为人伫意外中所受到的吓惊、恐惧和心有畏愧的心情，往往还未平静。只有持续的陪伴和疼的关怀，才会带来真正的平安。雅各书提醒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讲伊有信，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，有啥路用？迄款的信敢会救伊？可见，一个讲家己充满信心的人，较好着用实际的行动。证明家己是属上帝的子民。雅各书作者接续搁较明确讲，恁中间若有兄弟也是姊妹，无衫通穿，三顿无通食，恁简单对因讲，祝恁平安，着穿好烧，食好饱，毋过无供给因肉体所需要的物，有啥路用？用安尼反思今仔日教会的功能，
若干那剩主日礼拜中互相相请安，却无搁较深的实际连结甲互动，哪有啥物路用呢？17节作者一针见血讲，所以只有信心，若无行为是死的。假使咱的自责甲关心并无带出实际的行动，教会就失去原有的功能。人若甲主上帝相结连，就毋是简单表明信心，搁较着带出有效果的行动。台湾基督长教会提出基督徒必要鼓励信徒伫生活中落实敬神听人，日日读经，常常祈祷，温群聚会，乐意奉献，带人归主，服务社会，维护生态。这个拢提醒基督徒爱用行动来落实信仰，毋简单是空喙保证，煞无实际行动。雅各书作者不断提醒，千万毋通成做一个简单会晓讲、袂晓行的基督徒。做见证、传讲福音当然真重要，毋过咱若简单会晓讲、袂晓做，也是毋愿做，就诚做假冒伪善的基督徒。咱若会当用实际的行动见证耶稣基督的疼甲福音的大能，世间人要因为咱所做，认出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因为尊叹主的道理，大大赢过讲甲喙角全泡的大道理。默想，伫分享福音的上时，也着用实际行动来荣光上帝，疼惜厝边。伫分享福音的上时，也着用实际行动来荣光上帝，疼惜厝边。咱来祈祷，行动的主上帝，感谢你让我彰显你的旨意，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用实际行动来宣扬福音。求你帮助我，毋简单听道理，搁较着尊叹道理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